好多謝葉家雄師傅。跟住嚟表演嘅係白眉派嘅林楚標師傅，佢表演嘅係大鎮軍。下一位林麗興師傅準備。好多謝林楚標師傅。下一位林麗興師傅，佢表演嘅係鷹爪黏橋。請下一位何兆基師傅準備。多謝林麗興師傅。下一位表演嘅係何兆基師傅，佢表演嘅係四門八卦。好多謝何兆基師傅。下一位陳維明師傅，佢表演嘅係橋燈。請下一個項目江西竹林寺螳螂派黃俊浩師傅準備。
多謝陳維明師傅。下一個節目係江西竹林子螳螂派。